同屬合。你知唔知道平時去餐館食飯埋單俾幾百蚊，最驚嘅唔係嫌貴，而係俾幾百蚊買單，結果食到嘅居然係10樽嘅預製菜加熱包，同趕冇食。邊樣密實下，以前住餐館日飯最驚遇到為食身唔乾淨或者去外面食飯，但係食包同好多經典菜式喺廚房早就已經整定晒。當你落單交菜嘅時候，廚房佬只需要將餸菜由雪房拎出嚟2次加工，甚至直接解凍就可以端上禮俾你食。最後埋單，仲要你俾翻即場炒嘅價錢。你話呢種感覺係咪比俾人呃錢更加令人嬲？你以為自己食緊師傅即場炮製嘅美食，點知原來只係食緊一個加熱包。而呢個加熱包嘅成本可能只係你俾嘅價錢嘅1/10。我成日都同人講，而家出街食飯最驚嘅已經唔係犧牲問題，而係你根本唔知自己食緊嘅嘢係師傅煮嘅，定係工廠煮嘅。你以為自己俾緊幾百蚊去享受一餐美食，但其實你只係喺餐廳入面食緊一個微波爐飯盒。呢種落差足以令任何人覺得自己係一個大水魚。紅物，你諗下，你去到一間裝修靚靚嘅餐廳，坐低慢慢睇餐牌，滿心期待咁等師傅為你炮製美食，結果佢哋只係由雪櫃拎個膠袋出嚟，拆開包裝，掟入微波爐食，叮一就上髀俾你。呢個畫面你諗下有幾本次？我仲記得有一次同個朋友去一間新開嘅餐廳食飯，間餐廳裝修得好有格調，同對同好啱食邊排。上面啲菜食名又靚又吸引，我哋滿懷期待咁叫咗幾道菜，點知上菜速度奇快，落單話廚房大佬係咪用咗瞬間轉移？結果一食落去，全部係預製菜嘅味道，紅燒肉、乾柴、糖醋裏脊得個甜字，魚香肉絲冇晒鑊氣。我朋友埋單嗰陣忍唔住同侍應講：你哋間餐廳係咪主要做微波爐生意㗎？你話呢種體驗仲慘過食速食，至少速食你明知佢係預先整定嘅。今日智多星就同大家盤點下上館子嗰陣要盡量少叫嘅9碟菜式，佢哋基本上都係預製菜，又貴又唔好食，侍應仲會當你係傻仔。你如果唔想再做水魚，就要睇清楚邊啲菜式係預製菜嘅重災區。第一道係紅燒肉，紅燒肉嘅正宗做法，需要經過精心生煮，靠長時間嘅細火、可慢身同多次撇油調味，等五花肉充分吸收醬汁嘅複合香味，先可以做到肥而不花、瘦而不柴。你諗下，一煲靚嘅紅燒肉至少要燜2-3個鐘，仲要睇火候、睇時間、睇收汁嘅程度，呢啲全部都係功夫嚟㗎。師傅要企喺個鑊面前成2個鐘，不停睇火撇油調味，先至做到一煲靚嘅紅燒肉。你食到嘅每一啖都係師傅嘅心機同時間。然而好多餐館為了慳時間同人手成本，通常會揀用預製紅燒肉。預製紅燒肉經過長時間冷藏再加熱，肉質早就變得乾柴，冇晒入口即溶嘅軟糯感。或醬汁因為係工業化調配，味道極之單一，缺乏即場煮嗰陣糖色、香料同酒嘅層次感。上禮嗰陣你可以留意下，如果啲肉切到好整齊，統一醬汁太過濃稠，但肉質唔入味，呢啲通常都係預製紅燒肉。你試諗下，你俾緊100幾蚊食一碟紅燒肉，結果食到嘅只係一個成本10幾蚊嘅加熱包，你條氣會唔會筍？我成日覺得紅燒肉呢道菜最關鍵嘅係嗰種加嘅味道，同店唔啱，同憂同失去。每個人屋企煮嘅紅燒肉都有自己嘅風格，有啲人中意甜啲，有啲人會落少少八角，有啲人會加幾粒冰糖。但預製紅燒肉呢，全部都係一個味道，全部都由工廠嘅工程師調配好。你喺邊一間餐廳食都係同一個味，呢種工業化嘅味道點樣同師傅用心煮出嚟嘅味道相比？你食預製紅燒肉嗰陣，會唔會覺得好似喺度食緊一個罐頭？講到呢度，大家不妨喺留言區講下，你平時去餐館食飯有冇試過覺得碟紅燒肉食落去怪怪地，同自己屋企煮嘅完全唔同？你覺得係咪預製菜？留言區話。第二道係糖醋裏脊，酸甜可口、外脆內嫩嘅糖醋裏脊。
大人細路都中意。新鮮嘅裏脊肉要人工拍鬆上粉呀，即場炸完之後外層酥脆，裏層鮮嫩碌多汁，淋上米醋同番茄醬熬製嘅糖醋汁，酸甜度啱啱好，呢道菜嘅精髓就係嗰種外脆內軟嘅口感對比，同埋糖醋汁嗰種酸甜平衡嘅味道。新鮮炸起嘅糖醋裏脊，你咬落去嗰下會聽到隆塞一聲，然後入面嘅肉汁會彈出嚟，呢種感覺係任何預製菜都模仿唔到嘅。但餐館裏面嘅糖醋裏脊好多都係用預製嘅冷凍半成品，只需要解凍炸完再淋上醬汁就可以上脷。呢種預製裏脊肉食落去偏硬，好多粉，冇咗新食豬肉嘅鮮香味。如咬開之後，肉眼可細，粉皮好厚，而且口感死實，味道太過均一嘅甜。呢啲都係預製糖醋裏脊。你以為自己食緊即場炸嘅裏脊，其實你只係食緊一個由工廠生產經過冷凍運輸再喺餐廳加熱嘅工業產品。你俾緊幾十蚊食緊嘅，可能只係一個成本10蚊都唔使嘅冷凍肉塊。我成日覺得糖醋裏脊呢道菜最忌嘅就係死甜。新鮮煮出嚟嘅糖醋裏脊酸甜嘅比例應該係啱啱好，煎不食下，甜味又可以中和酸味，兩者互相平衡。但係預製嘅糖醋裏脊，因為醬汁係工廠預先調配好嘅，多數都會偏甜，因為甜味最容易掩蓋其他缺點。食完之後可能會覺得齁膩，有啲口，呢個就係覺得寒分嘅反應。第三道餡魚香肉絲，魚香肉絲係川菜嘅代表之一，靈魂在於魚香汁要即場調配同即場大火爆炒出肉絲滑嫩，邊絲同木耳絲爽脆。呢道菜嘅難度在於火候嘅控制同埋魚香汁嘅調配比例，糖料最不適合，稍為唔小心就會炒得唔好食。一個好嘅師傅香肉絲炒得色香味俱全，每一條肉絲都均勻咁沾上醬汁，配菜爽脆，鑊氣十足。質客，然而呢道菜亦都早就被預製咗。預製肉絲通常一早用油拉過或者稍好冷凍再翻熱，連醬汁都係統一調配。預製魚香肉絲嘅肉絲會好柴，配菜喺二次加熱過程中會變軟爛失水，最慘下係完全少了汁，長炒嘅鑊氣同鮮香。如果叫嘅魚香肉絲乾柴，蔬菜軟爛，10之8九都係預製菜。學你俾緊幾十蚊食一碟魚香肉絲，結果食到嘅只係一個冇晒靈魂嘅加熱版本，你話值唔值？魚香肉絲呢道菜個名雖然有個魚字，但其實係冇魚嘅。紅嘅味道來自於泡磨蒜、蝦椒、重糖醋、醬油等調味料嘅組合，係要靠師傅嘅經驗同手感去掌握嘅。預製菜嘅魚香汁全部都係由工廠嘅配方調配，冇辦法因應唔同嘅食材狀態去做微調，所以味道永遠都係嗰個味，死板到極。想第一時間收到更多港人飲食避坑指南同埋保命點餐技巧，記得即刻撳讚訂閱我哋頻道健康飲食智多星，開埋小粒擔啦。學你平日去餐館食飯最常點邊道菜？喺留言區打出嚟睇下你食開嗰度係咪預製菜。第4道係宮保雞丁。宮保雞丁講究雞肉嘅嫩滑同埋花生嘅香脆。雞肉需要經過炒味西油，花生要炸到酥脆常辣嗰陣，口感要有鮮明對比。新鮮炒出嚟嘅宮保雞丁，雞肉嫩滑，花生香脆，辣椒嘅香氣抹鼻，每一啖都係享受。同合你夾起一嚿雞肉放入口，感受到嘅係雞肉嘅嫩滑同花生嘅香脆，再加上辣椒、啱椒同花椒嘅麻香，呢種層次感係預製菜永遠做唔到嘅。糖尿病人最不適合。然而餐館裏面嘅宮保雞丁成日都用預製嘅雞丁同醬料，雞肉口感粗糙。花生喺預製菜裏面長時間浸喺醬汁或者油裏面，再加熱之後一定會冇咗酥脆感。如果端上嚟嘅宮保雞丁雞肉又柴又硬，花生軟腍腍，咁就肯定係預製菜啦。你以為自己食緊一道經典川菜，其實你只係食緊一個加熱包，連花生都係腍嘅，糖冇咪二拔顛啲下。呢種體驗有幾差？宮保最緊要嘅係嗰種磨辣鮮香嘅極寒，花椒嘅磨，辣椒嘅辣，雞肉嘅鮮番，花生嘅香，四者缺一不可。就和大家盤點一下，但預製嘅宮保雞丁，因為雞肉同花生都係預先處理好嘅，再加熱之後，
花椒嘅麻味會揮發，辣椒嘅辣味會變淡，雞肉嘅鮮味會流失，花生嘅香味會消失。糖冇力，或曾食你食到嘅只係一個四物醬嘅加熱版本。第5道係肉嘅正宗做法，需要經過煮、炸、浸、蒸等多重複雜工序，先可以做好大家拍電一下，攤磨先可以做到肥肉、軟糯、唔柴唔會吸飽肉汁嘅境界。呢道菜嘅製作過程非常繁複，要處理五花肉到浸梅菜，每一步都要花時間同心機。正宗嘅梅菜扣肉，肥肉再入手合正宗嘅梅菜蠔肉。好即溶嘅瘦蠔肉係軟嫩嘅，係吸滿晒熟汁嘅。三者嘅極藏係一種元冇花時間，廚房工作量極大，所以好多餐館都會用預製梅菜扣肉，只需解凍蒸熱就可以上梨。預製梅菜扣肉，瘦肉會變硬，肥肉冇咗軟糯感，甚至帶有微波爐加熱嘅焗味，寒量延長不適合，而且為了延長保質期，仲會加亞硝酸鹽等防腐劑，食得多對健康。唔好你俾緊100幾蚊食一碟梅菜扣肉，結果食到嘅可能係一個擺咗幾個月嘅加熱包，仲要食埋防腐劑落肚。你話呢？筆數點計梅菜扣肉？呢道菜最講究嘅係嗰種肥而不碎嘅感覺。正宗嘅梅菜扣肉，肥肉部分經過長時間嘅蒸煮，邊合邊鹹，倒落去呢，點將多餘嘅油分逼晒出嚟，食落去自會感受到軟糯同香味。但預製嘅梅菜扣肉，因為製作過程唔夠時間，肥肉嘅油分未能完全處理，食落去可能會覺得有食味。第6道係獅子頭，獅子頭肉質鮮嫩，湯汁鮮甜，要靠人手切肉，3分肥7分瘦同打上勁，殼確可肉軟鬆軟多汁。正宗嘅獅子頭食落去應該係鬆軟中帶彈食性，肉味濃郁，湯汁鮮甜。你咬一啖獅子頭，感覺到嘅係肉嘅鮮味同湯汁嘅甜味。肉質鬆軟但唔會散開，呢種口感係機器做唔到嘅。然而好多餐館裏面嘅獅子頭都係用中央廚房預製嘅冷凍品，拆開包裝再加熱就可以上髀咯。預製獅子頭為了保證外形同成本，用啱肉機燜肉會令肉質鬆散，可能加入率比較多澗粉，食落去粉粉地湯汁好多係即沖調料包溝出嚟，味道單調，同新鮮製作嘅獅子頭比真係差好遠。你以為自己食緊師傅手工打造嘅獅子頭，其實你只係食緊一個工場大量生產嘅冷凍肉丸。紅梨食酸菜魚同獅子頭嗰陣，有冇覺得啲肉質咁你嘅體驗？第7道係酸菜魚，酸菜魚作為熱門菜式，即場煮嘅酸菜魚魚片係新鮮即片，唔摸下糖鏈啊。最不適合湯底用魚骨，湯底鮮甜酸脆爽脆，魚片滑嫩，湯底鮮甜酸菜爽脆。你飲一啖湯，感受到嘅係魚骨熬製出嚟嘅鮮甜，同一盒再加埋酸菜嘅酸味，呢種層次感係任何調料包都模仿唔到嘅。但唔少餐館嘅酸菜魚都係用預製嘅調料包同埋冷凍魚片。魚巴沙魚肉質鬆散，鮮味唔夠。酸菜桑因為長時間浸泡，口感軟爛，湯底係用調料包直接溝出嚟，湯汁濃稠，但味道好奇怪，欠缺魚骨熬製嘅自然奶白色同埋醇厚鮮味。如果酸菜魚片食落去鬆散，湯汁濃稠度唔自然，多數都係預製酸菜魚。你俾緊100幾蚊食一碟酸菜魚，結果食到嘅可能只係一個調料包加冷凍魚片嘅組合。合理話呢種感覺有幾差？酸菜魚度係嗰啲菜最關鍵嘅係魚片嘅發嫩程度，新鮮嘅魚片切得夠薄，炒得夠時間，煮嘅時候火候控制得好，直落去。但預製嘅冷凍魚片因為經過冷凍再解凍嘅過程，肉質嘅同位已經被破壞，食落去會覺得鬆散，冇晒彈性。第8道係佛跳牆，佛跳牆係頂級班菜，製作工藝非常複雜，好花時間。正宗嘅佛跳牆要用鯪魚、海參、花膠、鹵柱等多種名貴食材，經過長時間嘅點煮，先可以做到湯汁濃郁、食材軟糯嘅境界。呢道菜嘅製作過程可以話係一種藝術，每一樣食材嘅處理都要好小心，先至可以做到最終嘅完美效果。所以好多餐館會直接用預製佛跳牆。預製佛跳牆通常用啲平價替代品，湯汁不唔淥，
所有食材食落去口感攞埋一齊，冇晒層次感。因為製作複雜同埋食材名貴嘅光環預製佛跳牆，價錢依然好貴，係性價比極低嘅菜式，盡量少叫。你俾緊幾百蚊食一個佛跳牆，確果食到嘅，可能只係一個平價替代品嘅加熱版本。你話值唔值佛跳牆？呢道菜個名嘅由來係因為佢嘅香味太誘人，連佛聞到都會跳牆嚟食。何食佛跳牆？但預製嘅佛跳牆，因為食材同湯汁都係預先同處理好嘅，根本開蓋即香嘅效果。你打開個煲蓋聞到嘅，可能只係一陣添加劑嘅味道，而唔係食材天然嘅香氣。第9道係蒸蛋香氣。蒸蛋羹係一道簡單嘅家常菜，只需要新鮮雞蛋同水按正確比例撈下，慢火蒸10至15分鐘。咁簡單嘅菜式，你一定會覺得絕對唔會有預製，但好不幸你又錯啦。市面上有一種蒸蛋調味蛋液，用濃縮蛋液同各種添加劑撈埋一齊，只要加熱5分鐘就可以上喱，成本低至5毫紙一碗預製蒸蛋羹。食落去非常 Q 彈，就好似食布丁咁，但有明顯嘅雞精等調料味道。而傳統蒸蛋羹口感細嫩滑溜，酷一下。糖尿病人有少量酷蛋喺小氣孔。如果蒸蛋羹口感太 Q 彈，表面平滑冇氣孔或者氣孔太大，就肯定係預製蒸蛋羹。你連食一碗蒸蛋都可能會中伏。你話而家出街食飯係咪要打醒12分精神？蒸蛋羹呢道菜看似簡單，但其實係最考功夫嘅。雞蛋同水嘅比例要準確，蒸嘅時間同火候要控制得好，先至可以做到表面平滑、內部細嫩嘅效果。預製嘅蒸蛋羹為咗保證每次嘅粉質一致，會加入各種添加劑去穩定質感，但呢啲添加劑會令到蒸蛋嘅味道變得人工化，失去咗雞蛋本身嘅天然香味。想避免上館子叫到預製菜，點餐嗰陣記得留意以下3點保命防線。第一防線何係？點菜嗰陣盡量揀嗰啲需要即場炒食、長炒或者即場蒸嘅菜式。呢類食材新鮮度極高，很難預製嘅菜式。呢啲菜式嘅製作過程好簡單，但係對食材嘅新鮮度要求極高，所以餐廳好難用預製菜嚟代替。你買點呢啲菜式，中伏嘅機會會低好多。第二防線係點菜嗰陣可以直接問侍應，呢道菜係預製菜定係師傅即場煮嘅？侍應一般唔敢講大話，你問得直接，佢哋就會知道你呢個客人唔好壓，自然會老老實實咁答你。就算佢哋真係講大話，你至少都問過，將來如果要投訴都多一個理據。第三防線係觀察餐館嘅環境。如果你見到間館子好細，尤其係人流區嘅小餐館，但佢個餐牌上面密密麻麻咩餸都有，咁就絕對係預製菜，直接換第二間。因為一間細餐館嘅廚房根本冇可能處理到咁多種唔同嘅菜式。如果佢個餐牌有幾十種菜，但廚房得2-3個人，咁佢哋一定係用預製菜。如果餐館主要用電磁爐、微波爐、蒸箱而唔係大鑊爆炒，用預製菜嘅機會就極高。預製菜嘅流行唔單止係餐飲業控制成本嘅手段，佢亦都侵蝕緊傳統中菜嘅靈魂。當廚房大量採用預製菜，後生嘅廚師就會冇晒學習同掌握複雜烹飚技巧嘅機會。中菜嘅火候同鑊氣等核心精髓就會面臨失傳風險。廚師亦會問為加熱工人。去飯鋪食飯食嘅唔單止係食物本身，更係一種體驗同文化。你今日食嘅每一碟預製菜都係對傳統中菜文化嘅一次侵蝕。將呢條影片轉發俾你身邊成日去餐館食飯嘅屋企人同朋友，功德無量。記得即刻按讚訂閱我哋頻道健康飲食智多星，開埋小鈴鐺。我哋下一期再見。